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神明节翠暗2.0，也就是会当伫个网络来买翠暗。今仔日是实施的第2天，到早起的8点为止，已经有574100个人完成翠暗的注文，当中有8成拢是使用手机啊 App， 也毋过用手机啊 App 较会去拄到塞车的问题。啊，今仔日加真顺咯。早起咱的记者实地来做测试，差不多30秒就会当来登入。啊嘛，因为即摆每一个订单必须爱付7块的运费，所以疫情指挥中心讲，要规划家庭会当做伙来买，安尼较省运费。点开健保快易通 App， 要伫网络买翠暗，入到画面，就要等差不多30秒，才有到登录。是名一翠暗2.0实施第2天 ，App 同款有小可塞车，网络版有较顺。依照健保署的统计，到早起8点为止，总共有574100人完成注文，其中透过手机啊注文的有465500人。网络健保拆开有58500人，自然人凭证的有5万多人，超过8成拢是用手机啊。常常有伤侪人使用，才会造成塞车的情形。录平台的地方，我们也把量弄好一点，然后在那个记忆体那地方，健康村子那边也把它升级一些机器。目前电脑版甲手机 App 登录注文的时间到18暗时8点为止，然后留着会使注文翠暗的民众。3月19就会收到纳钱的简讯，26才会使去超商领，伫这进前都会使去邮局排队。我今天登录几次？对，到最后我们在真的要抽签的时候，它是会归户变成一个人。有留着翠暗的民众，伫纳钱了后，3月26到4月7日，拢会使摕身份证明文件到4大超商去领。疫情指挥中心嘛伫规划，同一口罩做伙买的方式，安尼会使省7块的处理费用。